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玉群阿群妹。好，伫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同我共用同好去说下煮茶？因为好，所以下煮茶就有一种哇，那个十八分去疗愈的感觉。古时候大家去说下煮茶的时节，可能就会放一杯咖啡啊，也是讲一杯茶。呀时节是讲说到个台湾的茶，佢就係無共樣嘅感覺哦。不過今日嘅節目當中，唔但請我同大家來分享台灣嘅茶，還係客家嘅茶，佢按到酸甘茶哦。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友好色茶嘅陳明強分享。大家好，我係阿強，今日當歡喜來到鴉片，同大家講聊。好，分享講阿強哥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酸甘茶。其實也係做得講算是很經典的客家茶了，對不對？係冇錯。哦，像阿用嘅酸甘茶，因為佢係同水果有關係，它本身唔係單像茶聽聽嘛，佢係同水果共用。啊，像阿用嘅同水果共用，共下來做，佢就會有一類很多產季的問題，因為它是跟水果在一起的嘛。係唔係？像阿強哥同大家來講一下，像阿用做酸甘茶，我哋乜嘅時節來做，係清適合嘅時間。其實吼，當然你做係秋冷年、過年前，過年後尾有人做，但是雅福卡大部分都會做嘅時節，係到過年秋冷過年前，因為嘅酸甘到幾隻時節嘅時節，其實唔係講清熟啦，係清熟，唔係講清熟，係啊，唔係講通熟嘅話，都可以做酸甘茶嘅時節，因為做酸甘茶嘅時節我要壓。吼，壓嘅時間就當會逼開來，其實無法度做規則講，品質清好誒，品質清好嘅酸甘茶，所以我哋會到差唔多佢7-8分熟嘅時間就拿來做。啊，這樣子就差唔多係呀，過年前嘅壓一段時間。係，就差唔多係過年前。嘅一年就壓100，會來做酸甘茶。係，一年就做壓一병茶，一병酸甘茶先至。就可能過年前全部留酸甘，然後佢摘下來以後就開始來做誒。係錯。哦，原來係安尼。古時候佢一開始當奇怪吼，因為有人想到講，誒酸甘係一種果子，因為想到講愛攞茶共下來做結合，做啲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先來用嘅會有酸甘茶安尼嘅東西。酸甘本身係拿來做乜嘅？其實吼都你客家人嘅傳統地位來講啦吼。酸甘因為佢算係柑橘類地位，夾個莖係喺青苔嘅。哦，因為佢可能有按太粒。係佢差唔多全部黑太雜嘅都有按太雜。哦。啊，所以講誒，你客家人頭髮佢過年前就會摘下來，後來變到摘成咗。啊，拜拜。拜拜啊！就會講希望來年啦，吼，就是有大吉大利這個意思。因為佢看起來又黃黃、太太、圓圓，安樣東江。錯。哦。不過特別年過節吼，嘅一條東西就無效嘅，就冇人會食，因為太酸。哦，所以叫酸甘係增進下佢凍酸。係因為講人啦吼，食東西講嘅嘅感覺冇中央，係感覺冇中央。但是你一般講客家酸的人食到酸甘，其實同檸檬未差唔多酸。哎呦，今日聽錯唔敢食，因為我真見到薑酸。係啊。哦，故說一般人係冇辦法接受按樣酸甘嘅味是太酸嘅。太酸嘅。哦。故說就想到講拿來做茶。就想講吼，睇嚟也冇打上東西啦，係啊，就講客家人就很有這個惜物精神。對，愛物惜物的精神。那就是說我們不要浪費。哦，那安尼就會用茶米，哦，落空下，過來冰轉去，經過一天的做法，步驟，就把它變成說保存期限可以比較長久的一種緊壓茶，一種茶葉。對，你剛剛講嘅緊壓茶，其實呀，對我來講算係比較專業的一個名詞。一般民眾來講，談到緊壓茶，他們最熟悉的應該是普洱茶，對不對？係。哦。喺都泰國嗰片的話，吼，它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就係普洱茶。普洱茶，它就是一種緊壓茶。對。聽到很，係有嘅感覺。錯。哦。你台灣的話就係講呀，你客家人的酸甘茶就係清特殊嘅。因為我講其實佢哋就吼做出來吼，其實味道係講啲較好講嘅啦。
保存的时间会较好保存，它唔会坏。因为头摆又无变相。嘿，头摆又无变相，也要同客家人的习惯有关系啦。因为唔像安尼客家人，当要做像卤啊，卤的卤皮鸡啦、卤皮干，还有泡菜呢啲啊。味道做伙讲哦，呀食物都可以保存的时间，做伙不用较久的时间，它唔会坏。正因为头摆客家人较苦，人家的东西保存较久的时间，佢唔会讲上次有冇东西，或者也系嘛解，上爱食的时间，还是会拿出来食。古时候像安阳做出来的酸甘茶，这个紧压茶机，而食的时间啊，佢含 TPA 有 TPA 嘅技术，佢们就会来吃看呐。看下系唔系做得有办法，拿呀贵了的嘅酸甘，我留佢烤脆脱。系错。应该来讲，我烤到冻脆当中拿来泡茶，对不对？其实你讲安尼豆腐卡观众朋友豆腐卡是甲烤的时间，其实差唔多烤到佢有逼开来过后，唔做得用水，然后佢拔开了，拔开了。所以我现在要来一滴就做泡的，来吃看呐，因为这为了不要破坏我们的环境，俺特别贴布哎，拿这个扳手来烤黑真口嘅嘿。冇一般没，因大部分啦，我用铁锤的。铁锤的，铁锤的烤。那我先用扳手来试试看。没做的。有我觉得它有感够，其实蛮容易的，我没有我想象中的难。我可能它太低了。哎呀，有破坏力比较强就是。其实现在就是俺这件老样外皮这件烤出来耶，就是它其实已经外皮被我敲碎了，然后底肚按用有这个茶맛嘞。已经看得到诶，按样就再个用水，然后佢薄薄啊就做得嘞。系，做小可可嚟薄薄的但是泡的时间啦，做迄底杯嘅茶米，还有外皮，切掉嘅，用它没有冇想过。用啥做爱啦？呀，他就来教观众朋友，就算俺买的按用贵了的嘅酸甘，然后佢烤脱以后，俺可以拿来泡，俺可以用板泡吼。比如讲，俺按用几件脆脱的，俺可以不用几多的落来。其实唔做不用一堆外皮。一堆？按用会脱太低冇？可能你要对熬一下。对熬。其实要冻好熬吼，按用。再落一堆。按过一堆，错，过熬一堆。再一堆，底杯嘅茶米嘅冇外皮嘅茶米。我它吹毛，因为有的会按用一块一块嘞。唔是，佢做按用一块一块嘞，做泡。就做滴落去嘅。系错。我滴几多嘅？唔做差唔多也泡嘅茶壶差唔多加嘅带油差唔多都1/3。1/3，那可能我再过来一些嘞哦，用多嘅。按铁白泡嘅话，你做得讲做係自家这个量啦。因为有的人是较黏，有的人是较淡的。按钮好像要再多一点哦，再一点。没做的。好，按钮就做的。按钮就做的嘞。好的以后呢，就留小水。滚水直接冲，像泡茶米啊。直接冲落去。错。这按钮，因为一般人泡茶，像讲泡嘛个乌龙茶，可能一下就好诶。像按用个酸甘茶，佢差唔多要泡几久嘅时间？因为酸甘茶佢拢一般的茶米，它冇重要。一般的茶米差唔多铁泡差唔多3-4升秒就做得嘞。但是人家酸甘茶铁泡，佢要泡较久的时间。因为佢都个做的时间，佢干燥较多摆。佢经过反复的干燥。系错。讲嘅铁泡，建议啦差不多3分钟到5分钟。3分钟到5分钟，嗰时候行我再个等一下。冇按夹，冇按夹。嗰时候像按用泡脱以后，这是我们讲的一般的热泡的方法。其实它懂人流行讲，比如讲冷泡啊，按用像按用个酸甘茶，咩做得拿来做冷泡嘅嘿。错，因为你像酸甘茶要做得讲像。一下主持人那样，冲过以后，然后冰都叫我冷脱冰凉，这样拿到冰箱地不会变。也没一种方式，没还有一种方式是讲，你直接冰到个水干的地步，比静置差不多
差不多8点钟边的。按久哦，8點鐘。就7、8點鐘，啊，佫拿去病。哦。啊，唔係講真緊，但是也兩種講的口味會無同樣啊。啊，還有一種係直接變到水管的地步，就直接變到病上，但是佢可能要泡差不多。要超過12點鐘，才會出梅頭啊。唔過米絲會有一些咧，人家講冷泡跟熱泡的米絲可能會有一些無共用。係，唔係講冷泡的話吼，酸甘茶冷泡的話，加酸米會冇咁酸。因為它好像沒有萃取的這麼多，唔會泡按到出來。錯，佢長時間其實會跟梅頭係一系列啊，慢慢地走出來。唔係用滾水泡的話，一下嘛個梅頭其實會全部走出來，所以唔不用冷，其實佢食起來嘅口感係會同樣嘅。古時候唔看哦，人家哈既然自家烤的呀酸甘茶，還個泡的酸甘茶，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來酸甘茶就做得出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英權阿權妹，剛剛上一段哈，阿權妹的節目後抒發了我的情緒，沒有啦，就是剛剛那個烤嘅酸甘茶，真的有一種舒壓的感覺，很像在發洩。啊，不過其實喺呢度愛泡酸甘茶哦，然後泡出來嘅酸甘茶已經泡好了，你看呀，茶味嘅色木有些些咧淡淡嘅金黃色，看起來乍看之下還有一點點像是綠茶的顏色，來皮看吶，皮起來就有一種那個甘麥皮跟米絲陳皮的味道。試看吶，一開始你食到嘅係酸酸嘅清香嘅感覺，啲後面啲嘅按樣嘅時間，將會吃到有一種不用久的這種橙香跟茶香的感覺，它的尾韻在後面出來的比較明顯，而且前面跟後面跟米絲完全不一樣，它是兩種某種的口感。一開始是下去的是水果的酸味，然後後尾才出來那個茶的韻味。那其實像按用嘅酸甘茶嘅，湯講啲傳統同亞漢人做嘅，其實冇乜嘅共用。因為頭擺像阿公還有阿爸爸佢哋做嘅，大部分係用烏龍茶，去做酸甘茶。啊，烏龍茶做嘅酸甘茶，就會講加水果做酸甘嘅味道，會較強調嘅。但是佢後尾嘅茶會較講嘅，就會講較淡、較清香啦。回甘的那個味道就是比較清淡一點點。對，因為係烏龍茶，因為用烏龍茶下去做嘅，唔過你也唔係烏龍茶做嘅，一下安尼做嘅酸甘茶哦，大部分安尼係用紅茶，沒有試過用碰紅茶下去做。碰紅茶都貴呢。叫做係一冇講生散啦，就係講吃做看咧，看用酸甘嘅味道夾起來。結果呢？係你考慮到講成本的問題啦，對啊，成本還是過高，對啊，所以我們後來還是就是會用紅茶下去做啊。紅茶，因為你剛剛講到嘅，你爸爸家的可能係用烏龍茶，它是比較偏半發酵的茶，但是你家用到嘅紅茶，它是比較全發酵的茶，但其實米絲會冇共用。米絲會冇共用，因為係用全發酵的茶來做嘅話，其實佢食起來講嘅韻味啦，還有口感，佢全部會較溫潤的。對，它比較溫潤。佢唔會講按食起來按出嘅嗰種刺激的口感，這樣子。對，所以人家就用呀按用嘅紅茶，咩人家就自家上高嘅。主要講當然做嘅時間，我哋會我同阿爸爸呢就會去試講，一擺後做到嘅有乜嘅東西，乜嘅茶。下去吃看咧，夾看咧，我有較好嘅味道出來。嗰時候爸爸佢就咩一贊同你按用去做新嘅嘗試。係錯，佢哋咩當支持啦，係啊，因為一擺也唔會講
做新的时间，一般要做动作啦，主要讲吃到位，啊，大家反应好，吃到不错的时间，你怎要讲将来大量生产那样。哦，而且我觉得其实奉茶因为奉茶係國外進口過來嘅嘛，啊，不過也到啲國外沒有加水過來食奉茶。比方說那個檸檬紅茶，就是同一般大家都會食到嘅按用嘅搭配。那這樣子用酸用芸香科的東西酸柑嘛，對不對？同奉茶做按用嘅搭配，其實食起來它基本上的味道就是很合的。也是說很天然、很自然的東西。對，而且你還加了其他嘅水果落去，對不對？錯。啊，像我屋卡做嘅酸柑茶，你底部會放檸檬啦，還有用嘅香葉啊，就是佛手對，佛手瓜，對，香葉瓜。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原本加酸柑的果肉，還有茶蜜。全部就會加落去。下去攪拌啦，攪拌過後，種下之後來填，就不用轉去酸柑底部。然後經過一個複雜的工序。沒錯。不過剛剛講到嘅金萱，其實基本因為有 TPA 準批啊，金萱紅茶呀，其實因為人哋本淡布卡就有茶葉嘛，就有啲嘅做茶，就用自家布卡嘅奉茶拿來做酸柑茶。就係椰嘅奉茶。佢看起來家嘅色木冇像那杯嘅奉茶泡起來顏色這麼深，fon要有一種棕紅的感覺。因為我哋做嘅奉茶，它同一般的奉茶嘅做法，它冇同樣。它有蜜香味。因為你苗栗鴉片的茶號做出來因為有抽煙的關係，佢就會有帶一點的蜜香。就是跟那個東方美人茶共用有抽煙嘛，就是有本蟲的調度。有本蟲的調度錯，啱講咩做得？一般攞杯買嘅奉茶，其他地方買嘅奉茶啦，佢做法嘅，他講安樣講，佢都嘅做嘅時間，佢冇都嘅浪茶啦，也奉茶係冇有啲人建議講，奉茶做係冇浪，你也因為。客家人做嘅烹奉茶，其實佢對浪茶嘅要求是到。浪茶就係算曬茶嗎？還是讓它？唔係，就係茶皮都嘅杯雞蛋過以後，一段時間過後，你會來變甜同一擺，比鹹水，比咁嘅酒水較順。依個奉茶嘅話，你就會講。用也做烹奉茶的步驟帶落去，也做奉茶。因為係人哋自家屋卡嘅自己的做法就錯嘅。錯。因為那用做嘅話，加嘅香味會較重、較好。但是加水色，就像唔敢講，色木會較淡，會濃講嘅一般嘅奉茶嗰種無同樣。韓國食起來真係較順，就同我家食到嘅酸柑茶，青米嘅叫做尾韻是一樣的味道。錯。嗰時候也酸柑茶，大家就會想到講，除咗拿來泡茶以外，還做得拿來做乜解呢？其實像你一般酸柑茶啦，因為其實它是非常解油膩的。所以我們會跟一些比較油膩的東西，譬如說像煮雞湯。雞湯？雞湯。還有你咪會拿來做叫嘅茶葉蛋。茶葉蛋未做的，嗰個頭前看到嘅啊茶葉蛋，就係用酸柑茶做嘅茶葉蛋。係錯，冇唔錯。真的啊，假的啊？因為其實起來會嘅每套會用一般嘅茶葉蛋冇共用，因為一般嘅茶葉蛋佢係有茶葉嘅香氣啦，還有啲人會放到嘅滷包裏頭。你也是冇放嘛個滷包啦，就直接用酸柑茶下去煮。按這麼重本就是了。因為你們會嘗試啦，可能也食物有沒有辦法說可以搭配得起來。一開始沒有發現有酸柑跟蜜烯，它也是在後面才會出來。對。你阿條自家說的感覺很用版。我條自家說啦，是之後講也好，所以講它有一點點帶那種水果的一種香氣，然後也有茶葉，不是傳統的那種茶葉，加上可能一些他們滷包的一些味道，這樣子，就是我覺得也算是一個特殊啦。
对啊，就是酸感有一点点取代头摆卤包嘅底度嘅重要嘅嘅米系，对不对？错。所以本期一种特别嘅米系就会拿到茶叶蛋的特别的地方。错。韩国出的呀酸甘茶，刚才看到嘅规粒的嘛，拿到做嘅时间，我经过动到复杂嘅步骤，要复杂嘅步骤以后，好嘅就会做品质管理，因为要包装，要存货。唔过拿到要样板管理，因为佢就一粒按用，听说要攞佢剖开来、打开来，你这样看得到佢嘅品质啊，所以拿到要样板来管理喏。其实你都可以做嘅时间吼，你会譬如讲加外形，你会看，看佢加走嘅长度都样板走嘅，但是唔讲吼，特粒来打开来吼，怎去判断咯，冇可能啊，因为唔打开来也做无法度讲规则嘅卖，係啊，所以我哋會吼採用就會講隨機啦，空一有地步嘅，你會隨機去取出幾個來，然後我們會就會講容量是那樣，互相那樣烤開嘅。用嘅拿來烤啊？你做啲示範面向用板烤冇？其實唔像安尼吼，大部分就係做到差唔多嘅時間，你會去判斷啦吼你拿起來的時間，你會烤，你壓糖有一種要當清脆的聲音，也就會講拉皺，底部有咩拉皺，因為你唔拉皺，佢含外皮含底部含軟的時間，佢烤出唔會有那種嘅就不會這麼清清脆的聲音，可能砰砰啊，那種嘅聲音，就不是這樣嗲嗲嗲的感覺。有緊實，然後又有清脆的聲音，那種就表示講要拼着去做的嘞，算是你們的一個判斷的一個方法啦。對，判斷的一個基礎這樣子。迄個一般民眾買呀酸甘茶賺都不卡，因為一粒太麻粒啊，你又冇可能講，我2-3日就留呀酸甘茶實體，我可能做啲樣板來保存，樣板變會較好喏。其實一般像家阿權妹吼，烤脆體以後，你做得用用嘅真空保鮮袋咪做得，也係講你做得變到一般嘅你裝茶米嘅茶米乾嘅地步。盡量做一講冇俾去受潮啦，冇俾轉軟那樣。做得變冰箱冇？冰箱嘅話，一般來講，因為地部含咧有水分啊，你還冇建議講變到冰箱地部。古時候就留意變到呀密封的地方就做得咧。古時候就係因為像按用嘅酸甘茶，本大家來分享一下，唔係像傳統嘅酸甘茶，也還有見來見到創新嘅酸甘茶，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韓國的內容會同大家來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永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酸甘茶。其實講到買茶米，我嘅印象係停留到我爸爸媽媽帶我去買茶米嘅時節，就係可能係電腦杯天內空看到一大堆嘅茶米，然後自家偷按用，我嘅印象係安尼。唔過其實我們的阿強吼，佢家務卡嘅茶店完全係冇共用，買茶米嘅用嘅完全係冇共用嘅哦。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人哋自家店嘅理念。因為像我哋會很做友好式茶啦，其實也友好哦，就會關於取那個諧音友善友好的那個意思。完蛋，我太客家思維了。你說有茶好食，有好食茶用嘅。其實咩有樣嘅意思都給啦，係啊，我哋就會想講友好，係，就會用樣嘅你檢驗過親品質親好嘅嗬，親無藥嘅農藥嘅，係用家嘅製作方式，然後呈現的這一種東西來跟就是消費者分享。對，韓國人看貴嘅店咩，就是很時尚，有種就是去那種時尚飲料店，然後網美可以去拍照的感覺。對啊，因為當初我們就是想說，就是因為茶這個東西哦，佢本來佢做一隻當傳統的東西，給你也買茶也做唔得講
固步自封啦。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跟现代的元素去做结合。对，然后就是说，我们的销售的方式也比较不太一样。哦，用板工。因为像在店里面的话，我们还是有就是说。像我太太啦，还有个员工，佢哋會泡好茶本研客室，現場就泡好啊樣。現場泡好，也會講本研客室嘅嘗試去泡，但是你搞記，還可以這樣類似 DIY 的感覺。主要都係像功夫茶樣，所以講你農研客搞講，也茶我即係幾多嘅量。古說喜人嘅店嘅都唔單槍做得看到講嘅成色，然後了解到種茶嘅方式，還做得了解到泡茶嘅方式，還識到好茶。錯。你店方一下啦吼，唔係講單槍買你自家做嘅茶，因為咩係要講用台灣其他地方咧，茶區嘅嗰條茶農青農，去做一個結合，這樣。可是按有咩當奇怪嘅，因為應該說種茶米嘅有可能人家的種嘅茶葉唄，對啦，品種有可能不一樣，做法有可能不一樣，但是人家的賣出來嘅茶米有可能是一樣的哦。比如講，你可能有烏龍茶，可能其他人沒有烏龍茶，你們也會這樣子進別人的烏龍茶來嗎？應該是說，我們店裡面的話，我們都會去找，就是說比較在台灣地區，它有特色的這樣的茶米，比較有代表性的。你像給木柵這片做迄鐵觀音，平林這片呢做保種茶，就那隻地區清出名，它出名的這種茶，有特色的茶，沒有同類別的，因為你像鐵觀音還有給台東這片的鳳舞龍。紅烏龍，然後這些茶，他們都是比較屬於就是同一個類型，就是他們的烘焙是比較重的，佢哋配一樣嘅貨係它重貨啦，你像包種茶裡的，還有果山茶、阿里山呢，還那個山林溪的，佢做嘅全部係它清淡的。它比較清香型的茶這樣子。哇，我今日知道你懂了解，對茶米真嘅懂了解。嘅去請識茶嘅朋友，就真嘅做得去讀到一個你自己輕中意嘅茶米，因為像我可能就沒有特定我喜歡喝什麼。你可以講我講，阿 Q 冇你基本印象係什麼嘅茶，我還真的說，我不知道。故說去到人嘅店嘅都紅，像讀到像我愛用，不是很確定自己好生嘅茶米係哪一種嘅銀行，你會用板然後幾手嘅？一般你喺讀到銀行喺按用嘅狀況嘅話，你會先出門記，一般記食東西嘅習慣，記喺食它講誒，它比較重口味，還是說比較清淡？那我是清淡的，我吃東西吃得比較清淡。那像清淡的話，一般然後又是在女性的部分的話，我們就會推薦它比較就是說那個。看它是不是可以接受清香型的，譬如說烏龍茶、阿里山的、山林溪的、包種這一類的。那如果它呢是比較喜歡口味比較偏甜一點的話，那我們可能會介紹它蜜香紅茶或者東方美人這樣子。所以你會分析要啥人哈，佢嘅口味、佢嘅喜好，然後去挑到一個最適合他的茶。就是會先去幫他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查這樣子啊，對啊，因為要怎麼說，每個人有的人有識茶的習慣，佢一來佢就第一個識乜嘅茶，有的人佢真係講對茶係他冇了解，或者是他保持着一個開放的態度，買個茶就都得吃色坤啊。對，所以我們也可以在跟客人的互動聊天當中，我們去了解到，那我們把我們對茶葉的認識，然後把它推廣推薦給這個消費者。對，哦，唔過食茶有上時間就會想我來幫一下甜點，一下人哋嘅店咪都好沒有甜點了，對不對？然後你有餅乾啦，吼，餅乾布丁，哦，還有叫用茶米做嘅蛋糕，用自家嘅茶米做嘅蛋糕，係用自家嘅茶米，其實係講攞到。農茶米攞到款的，加到嘅蛋糕底部。真材實料，但是我很好奇，人家就烏卡去做茶葉嘅，斯坦人做的夾數模，用茶米做雞卵糕做蛋糕。其實講落一批人吼，佢哋一開始會吃到講按做咁好食，但是其實吃到後背啦，因為呀蛋糕咩係我太太自家做嘅，好厲害。係所以佢唔會用
蛋糕做到讲4天。哦。所以当到老人家要当好食，啊，记得适度也蛋糕的时间，第一唔好4天，记得煮当中医生。啊，后尾记得适度，后尾煮要滴讲。也底杯有加强的茶米，因为加茶米的香气会走出来。对，哇，古时候你看一下，后上嘅厂就加到新的想法。啊，唔过好啲阿群妹嘅节目当中，当然还要爱教大家呀农业知识啦。今日爱同大家来分享嘅广式农民啦，就係色茶咩會水，也係乜嘅意思啊？色茶咩會水啦吼，當到你係都可以講。當到人忙食飯然後空腹的時間，煮食較多的茶，啊也茶可能也唔係講現泡的，就算講係現泡的，有啲人空腹佢冇食飯的時間，佢也會拄唔掉，因為一般唔像茶水的時間，其實用19水咪差唔多意思。有乜嘅針頭呢？如果講我有得像心悸啦，還能講失眠、惡心、頭暈這樣子。哦，好像有賞識咖啡也會這樣，對不對？咖啡也會這樣子，因為其實茶跟咖啡都是具有咖啡因的一個那個飲品。嗯，古時候像按用嘅方，按用法來避免哦。其實就是說喝茶的話啦，第一個也可以就是說適量，那也可以再就是說你是有吃飽，對，有吃東西不要空腹，對，有吃東西的情況之下，所以我們在一般來到我們店裡面消費的話，我們也會建議他說，你也可以點個餅乾配茶葉這樣子，配個那個紅茶蛋糕，對，然後再配個茶，按樣就不會茶醉這樣子。對對對。韓國好嘅小來門窗也就嘅店妹妹按創新啊，自己有經營不卡茶園啊，像這樣子傳統的產業做創新，然後有沒有遇到乜嘅困難？按樣一路以來，其實已經行嘅程未走一陣子了。其實因為當到東西啦，唔想愛容易做好，唔想來做到專業，你就必須要投入比較多的資金，你才有辦法把你的想法去實踐出來。那再加上傳統的茶園上面，它其實它需要投入的一個心血，也是非常的多，因為心血人力，對，這些其實都是需要資金啊，然後還有其實種茶園全部真係當辛苦，你講冇想法冇嘅熱情其實當然講，要發出一出做下去啦。要看田食飯，看下一步嘅要冇落意。錯，又唔像今年我哋同路來講，其實面臨到一個比較嚴重的考驗啦，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嘛，那其實我們的通路。其實很多，其實在經營上都是有蠻大的一個難度。因為冇人氣啊。係因為冇人氣。比如講經營起來會有一天的難度啦。係啊，再過來就會講經營沒有力，按當年來唔是講讀到做按田行呢咁嘅狀況。係啊，當到茶園其實冇講茶順咁嘅生唔出啦。當到茶園其實係咁嘅走勢嚟嘅。也竟然當當然要反省從新中國，其實佢全部係投入大量的金錢成本這樣子。對，古時候其實第台灣有隻小小的島嶼，你自家嘅東西，我們消費我們自己的東西，不單可以減少我們所謂的食物里程，還做得不一樣自家啲安用嘅土地種東西，生態嘅人多多嘅支持哦。古時候基本上什麼阿強哥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主持人。沒什麼，天時嘅和田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來做運動了。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